認識澳門保安部隊，了解佢哋嘅職能、工作同理念，警民同心。為咗協助在囚人士能夠更加好咁利用獄中嘅時間呢，懲教管理局轄下嘅路環監獄為在囚人士提供社工輔導、學校教育、證書課程之外呢，更加係設有職業技能培訓工房，等在囚人能夠透過自身嘅努力學習一技之長，為重投社會呢做好準備㗎。咁與此同時呢，亦都透過舉辦唔同嘅活動，向社會大眾宣揚支持在囚人重建新生嘅訊息。咁而我哋今日嘅警民同心呢，就請嚟懲教管理局嘅代表人員呢，為我哋介紹一下佢哋即將舉辦嘅一個在囚人士手工藝品展銷會㗎。咁而我哋今日嘅3位嘉賓呢，分別係有懲教管理局社會援助教育及培訓處何少薇處長啦，以及係2位嘅工場導師葉燕蘭小姐 Sandy 同埋係黎雄安先生Chris 嘅，3位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咁我哋頭先提到嘅呢一個在囚人士手工藝品展銷會啊，咁其實會係有啲乜嘢嘅內容呢？不如先請何處長同我哋介紹一下。好啊，在囚人士手工藝展銷會呢，其實就係由懲教管理局啦同民政總署合辦嘅，咁亦都得到咧體育局啊、教育暨青年局同埋社會工作局嘅協辦。咁舉辦展銷會嘅主要目的呢，我哋希望呢展出在囚人喺獄中啦參與職業技能培訓嘅學習成果啦。咁透過呢啲呢由在囚人親手製作嘅手工藝品呢，就可以讓到市民啊可以睇到在囚人士各種嘅技能同埋才華。咁藉此呢就加深對佢哋嘅了解啦，感受佢哋嘅努力學習、積極改過嘅決心，從而呢就喚起社會大眾對在囚人嘅關注同埋接納。同時呢，亦都藉住呢次機會呢，可以介紹呢懲教管理局協助在囚人重返社會工作啦，希望可以獲得大眾嘅支持同埋協助。咁喺今次嘅展銷會上面呢，將會有啲乜嘢類型嘅展品展出呢？喺呢個展銷會上呢，我哋會展售嘅產品係好多類㗎，咁有308種咁多，亦都超過呢3500件嘅手工藝品。咁展品嘅種類呢，包括咗呢麵粉黏土擺設啦、刺繡、彩繪油畫、木製家私、布藝製品、貝雕同埋竹浮雕嘅擺設，當然亦都有成衣製品同埋曲奇餅等等啦。咁呢啲手工藝品咧，全部咧都係在囚人親自製作㗎，咁亦都係佢哋喺獄中勤奮學習嘅成果嚟嘅。而展銷會嘅收入，我哋會全數咧會歸翻於懲教基金嘅，咁用翻喺獄中咧為在囚人開展咧各類嘅教育啦同埋培訓，咁協助佢哋咧喺重返社會方面呢啲實務嘅工作㗎。其實啦，除咗展覽呢，我哋嘅在囚嘅作品之外呢，咁我哋都係現場有啲嘅展板同埋放映區㗎，就介紹翻我哋懲教管理局啦、教育暨青年局同埋社工局啦，喺協助我哋嘅在囚人士重返社會上嘅事務啊，咁以及咧播放有關呢講述在囚人喺獄中嘅生活同埋去轉變嘅影片等等㗎。咁喺今年呢，我哋嘅展銷會呢，將會係由聽日啦，即係話7月8號開始嘅。咁1連3日呢，就會喺澳門綜藝館嘅主前廳舉行啦。咁開放嘅時間呢，就係早上10時至到晚上9時嘅。咁而展期呢，就會去到7月10號㗎。咁由於呢係7月8日上午呢，我哋會先進行一個展銷會嘅開幕儀式啦。咁就會正式開放呢，就係晏晝1點鐘嘅。聽翻呢展品嘅內容呢，其實亦都好多樣化啦。譬如一啲麵粉嘅黏土啊，咁同埋一啲製作曲奇餅之外呢，原來仲有好多其他，譬如係木製家私啊，一啲竹浮雕嘅擺設都有。即係換言之呢，喺獄中啦，其實在囚人士佢哋都會係學習啦，同埋從事呢啲方面嘅工作啊。咁其實當中嘅培訓情況又係點呢？嗱，首先呢，懲教管理局呢就會根據翻社會嘅發展需要啊。咁現時呢，喺路環監獄呢就設有16個不同種類嘅職業技能培訓工房嘅。咁其中係包括有製衣啦、木工啦、印刷、五金、理髮、圖書館管理啦，都有工程嘅維修啊、水電、車輛等等嘅維修。咁啊，沙板啊、噴油啊、洗衣、麵包西餅製作同埋其他廚房嘅工作技能等等嘅。咁喺工房裏邊呢，我哋都有專業嘅指導嘅導師啦，咁就指導我哋在囚人去學習啦。咁獄中咧嘅在囚人呢，係可以咧按照佢哋個人嘅興趣啦，同埋喺未來生涯規劃裏邊呢，就提出佢哋嘅申請。咁由局方咧就佢嘅行為記錄啊、
生理啊同埋心理嘅健康狀況呢，就會先作一個評估，咁再為佢哋安排培訓課程嘅。咁從今年嘅1月到5月間啦嚇，咁參與職業技能培訓嘅在囚人呢，平均都有290幾人㗎。所以在囚人士佢哋係可以按翻自己中意做邊啲類型嘅，就去申請各方面嘅培訓工作嘅。冇錯。哦，咁一般嚟講，一個嘅課程大概上幾耐時間嘅呢？其實呢，喺課程方面呢，我哋會有唔同嘅階段嘅學習啦，主要在乎於呢，我哋嘅在囚人呢，佢嘅刑期啦。咁如果佢嘅刑期頗長嘅話呢，咁我哋仍然都係會繼續俾唔同嘅職業培訓佢啊，或者如果佢喺職訓一段時間之後，佢要申請轉換另外一個職種啊，咁我哋都係好歡迎嘅，因為都希望佢能夠發揮佢哋所長，有更加多嘅技能，即係集於一身，咁對佢哋將來重返社會呢，咁佢哋嘅掌握呢就會更加有信心、有把握啦。所以如果佢哋自己積極想學習多方面嘅技能，其實都同樣可以申請嘅。冇錯，呢個我哋會係鼓勵佢嘅。咁啊，嚟到現場呢，亦都有2位嘅工場導師啦，就係 Chris 同埋 Sandy 啊。不如都同我哋介紹一下2位喺工場裏面指導嘅係啲乜嘢方面嘅工作類型呢？好，大家好，我係 Chris。咁我喺路環監獄呢，就係擔任手工藝導師嘅工作嘅。咁教導在囚人士呢，製作手工藝品啦。咁主要教授繪畫，咁包括係有油畫啦、水彩畫等等嘅，甚至係剪紙啊或者其他啲創作性嘅手工藝品，我哋都會教導佢哋嘅。大家好，咁我係 Sandy， 都係路環監獄嗰度呢，係教授在囚人士嘅麵粉工藝啦。咁我主要係教樹枝黏土同埋輕黏土嘅。講到呢一個嘅黏土呢，我上次都有見到其中一件嘅展品，其實係真係做得好細緻。我睇到嘅時候，佢哋學習呢一啲嘅手工藝啦，對於佢哋嚟講嗰個挑戰會喺邊呢？其實呢，佢哋最大嘅挑戰呢，就係鍛鍊佢哋嘅耐性啦，對手工嘅細緻度啦，咁就從而能夠令到佢哋過一啲有規律嘅生活啦。冇錯。咁喺2位嘅教授過程之中呢，會唔會都覺得教授佢哋呢一啲嘅技藝啊，或者佢哋喺學習過程裏面會睇到佢哋有啲乜嘢唔同嘅轉變呢？其實都有嘅，因為除咗頭先講嘅話最基本可以鍛鍊到耐性同埋專注度之外呢，其中有一個好重要嘅一點呢，就可以對在囚人士嚟講建立到佢哋嘅自信心咯。因為呢一樣嘢呢，就係透過佢自己去學習啦，一路咁樣去努力，咁就會可以培養到呢，佢哋有一個好積極嘅態度咯。咁所以呢，就係話係不論喺工作嗰個方面啊，或者佢自己係待人接物方面呢，都會有一個好大嘅進步嘅。咁亦都係喺呢方面嘅話呢，就係造就咗一個好有利於佢哋可以將來融入翻社會嘅條件喺度咯。個氛圍咯，係咯，冇錯啦。咁對於導師啦，又會覺得導師喺佢哋嘅學習當中又起住一個點樣嘅作用呢？我哋除咗教授佢哋喺手工藝嘅技能之外呢，我哋仲可以鼓勵佢哋堅持去學習啦，令到佢哋相信佢哋自己做得到，或者係做得更好咯。即係喺個相處之中，會唔會話平時會用啲咩方式去鼓勵佢哋咁樣呢？其實都會㗎，因為我哋基本上除咗係教授我哋喺手工藝方面嘅技巧啊，或者知識俾佢哋知呢，咁我哋呢都會係透過佢哋嗰個同佢哋嘅接觸呢，就好似一個心靈導師咁嘅，都會係成日鼓勵佢哋啦。咁就希望佢哋可以學多啲嘢，充實自己啦。咁希望佢哋可以會有更多嘅條件，可以為自己嘅將來可以做好準備咯。雖然我哋話係佢哋嘅導師啦，咁但係我哋大家即係譬如話係一齊喺職訓一齊做嘢嘅情況之下呢，咁我哋都係好似朋友咁樣互相去溝通傾偈咁樣咯。即係大家譬如話喺做手工藝品上面，佢會有更好或者有啲睇法、有啲意見啦，我哋都會互相交流同埋溝通咯。咁我哋就雙向地，大家都會係有進步嘅。咁會唔會話喺咁多年裏面呢，2位都有冇見過一啲嘅在囚人士，由佢本身對呢方面其實冇乜興趣，後來發現咗佢原來係一個可能優秀嘅創作家或者藝術家嚟嘅呢？都有㗎，即係舉個例子，譬如話係喺我哋繪畫方面啦，咁就有好多在囚人士呢，佢根本就可能由細個到大個佢都冇畫過畫嘅，咁但係呢，就你透過佢係教導佢基本嘅技巧啦，咁跟住佢就會係去嘗試去做啦，咁跟住之後畫下嘅時候呢，咁佢係對美術方面佢發掘到可能佢係有個天分嘅，咁跟住佢就好有興趣啦，咁就對於嗰啲繪畫嘅技巧，佢自己都會不斷自我咁樣去深化嗰個知識咯，咁甚至佢係喺畫嘅
一定程度嘅時候或者一定時間之後呢，佢甚至會係有一個好高嘅創作嘅概念喺裏邊啊。咁變咗就係話佢係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係話好有原創性啦。咁呢樣係我哋覺得係會係非常之欣賞，亦都係覺得好開心嘅一件事咯。有自己嘅風格出咗嚟。係啦，冇錯啦。好似我哋教授麵粉黏土啦，咁初佢係冇乜信心嘅，即係俾一嚿白雪雪嘅麵粉咁佢揸住，其實佢冇乜信心㗎。咁但係當你俾一啲物件佢睇咗，而去觀察嗰樣嘢出嚟，佢做得到咧，好仔細，即係好細微嘅嘢佢都做到嗰陣時候咧，你就覺得佢哋其實係可以做得到咯。喺咁多年嚟咧，有冇話一啲對你哋嚟講都好難忘嘅一啲故事呢？咁喺多年裏邊呢，我哋教導在囚人士工作嘅時候呢，咁最開心嘅一件事呢，就可以呢睇到學員又完全唔認識，對呢樣嘢好陌生嘅情況之下呢，咁經過佢哋自身嘅努力、認真學習啦，咁可以呢就做到一啲好滿意嘅作品出嚟。咁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成功感咯。咁佢都可以延續到佢呢一個興趣咯。咁呢一樣嘢呢，就係話除咗佢個人嗰個興趣嗰個喜愛之外呢，咁佢都以我所知就佢哋亦都會係做咗一啲即係志同道合嘅朋友啦，都會會研究下，就會有一啲畫作上嘅交流咁樣咯，甚至會係做一啲設計呢，就係去做一啲展覽咁樣都試過嘅。即係出獄之後就繼續發展佢嘅所長。係啦，冇錯冇錯。咁 Sandy 呢？我都見到有啲在囚人士佢出咗獄之後呢，佢去啲唔同嘅院舍度呢，幫手教授下啲小朋友做嘅手工藝啊，咁有啲佢甚至佢自己開班去教其他人去做嘢咯。咁當你睇到佢嗰個工作之後呢，你就會覺得自己之前教佢哋做嗰啲嘢呢係冇白費咯。即係呢個都係兩位覺得喺呢個工作崗位上嘅一個意義，係咪呢？係啊，冇錯啊。即係除咗本身可以啟發到佢哋潛能之外，咁我哋作為導師，其實見到佢哋進步呢，對我哋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滿足感咯。我知道呢，何處長都喺之前去一次嘅活動呢，都有類似嘅一啲經驗喎，係咪？不如同我哋分享下係咩事？好啊。就喺一次我參加一個呢係民間機構嘅一個都係手工藝品嘅展覽會，咁我發現點解有啲產品我咁熟口面嘅？點解好似我喺獄內見過我哋嘅導師教嘅產品啊咁樣樣？咁當我呢有機會呢見到嗰個製作者或者係個導師啦嚇，咁原來咧佢係位釋囚嚟嘅嚇，咁佢亦都去咗呢個機構啦，呢個民間機構啦去幫手，咁教導翻一啲嘅機構裏邊嘅中心嘅會員啦，去學習呢啲手工藝品。咁我都同佢交談咗啦嚇，咁佢就表達咧，即係佢好感激我哋嘅導師啦，可以教到佢一啲手藝啦，咁亦都能夠令到佢可以再延續翻呢一個嘅事業啦嚇，又或者係一個可以幫到其他人嘅一種嘅手藝。頭先我哋嘅導師都講咗啦，係呢啲係一個培養你嘅耐性啦，你嘅自信心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希望能夠達到，係可以俾到我哋嘅在囚人，而佢係自主咁樣去建立到呢一種嘅信心，對佢哋將來重返社會呢，絕對係一個有利嘅幫助嚟嘅。因為真係可以重投社會，同埋都有社會上面嘅機構去接納啦。咁其實講緊啦，話翻到去展銷會方面啦，咁今年亦都唔係第一次舉辦。咁喺以往嚟講呢，當見到呢啲手工藝品呢就好受市民歡迎嘅話，其實對於兩位導師啦，又或者對於在囚人士，你哋覺得有啲乜嘢嘅意義喺裏面呢？咁喺展銷會上面呢，咁我哋喺見到社會嘅人士啦，或者係市民呢，咁係會嚟展銷會購買我哋在囚人士製作嘅產品呢。咁樣就我哋會覺得好開心嘅一樣嘢呢，就係睇到社會各界對在囚人士嘅肯定啦，咁關注同埋接納啦，咁可以加強到佢哋嘅自信心啦，幫助在囚人士堅定咁嗰個自身嘅決心咯。咁係融入翻個社會裏邊咯。咁除咗係呢一個嘅在囚人士手工藝品展銷會之外啦，其實近期又有為在囚人士舉辦啲乜嘢類型嘅活動添呢？咁除咗在囚人士手工藝展銷會之外啦，咁其實監獄咧每年咧都會為在囚人咧舉辦其他嘅教育啊同埋活動等等㗎。咁最近呢，就喺今個月啦7月份啦，咁我哋將會咧為在囚人呢就舉辦2015至2016年度嘅小學同埋初中回歸教育嘅
結業禮㗎。咁係結業禮啦，教青局咧就會向呢啲完成修讀小學同埋初中回歸教育課程嘅在囚人呢，就頒發結業證書㗎，鼓勵佢哋咧可以繼續咁樣努力學習佢哋嘅知識啦，做到咧自我增值啊！咁喺本年度咧，合共咧就有261嘅人次咧係修讀我哋嘅小學回歸教育課程啦，而初中亦都有55人㗎嚇。咁長期以嚟咧，監獄咧都會同一啲嘅教育機構合作啦，開辦各個類型嘅教育同埋培訓課程嘅。咁我哋相信咧，透過教育啦，除咗可以幫助到在囚人咧，更好咁樣利用喺獄中嘅時間之外咧，仲能夠潛移默化，咁令到佢哋咧可以重拾正確嘅人生觀啦，同埋價值觀。提升學歷水平啦，學習一技之長啦，甚至考取呢個專業證書等等，其實都係可以為到我哋嘅在囚人啦，日後佢重投社會嘅時候咧，創造更有利嘅條件嘅。咁我哋好多時都講啦，可能人犯咗事咁啊，去到獄中呢，其實就係一個反思己過啦，同埋改過自身嘅一個機會。咁佢哋自己都想改變啦，咁亦都改變咗自己之後，其實就好需要社會上面嘅人士啦，同埋機構去接納佢哋啊。冇錯啊，所以呢，我哋懲教管理局咧一直咧係致力於咧促進在囚人重返社會啊，重建新生嘅。咁但係呢，只係靠我哋局方嘅力量呢，係遠不足夠嘅。咁因此呢，我哋會向社會大眾宣揚翻呢個在囚人重建新生嗰個信息啦，讓到市民大眾呢係可以都參與其中嘅。咁將個力量加強啦。咁局方過去呢曾經舉辦咗呢係唔同類型嘅比賽啊，例如啦標誌設計啊、繪畫、攝影啊、T-shirt 設計啊、野外定向等等嘅唔同嘅比賽項目，咁啊透過唔同類型嘅活動啦，係喚起社會大眾咧就對我哋嘅在囚人嘅關注，咁同埋亦都以唔同嘅形式咧表達咧佢哋對我哋在囚人嘅支持。咁喺今年呢，我哋剛剛舉辦咗一個重生新生復活蛋設計同埋顏色比賽、填色比賽嘅。咁邀請到1月到4月份咧嚟訪監獄嘅學生同埋青少年佢哋參加嘅，咁一共咧就有142名嘅學生同埋青少年咧，佢哋以小組組隊嘅形式咧，咁合共創作咗咧45幅嘅創意作品，咁啊透過呢啲亮麗色彩啦，同埋創意嘅設計啦，咁寄意咧就係話在囚人可以破殼重生啊，重新咁樣開展繽紛多彩嘅人生，咁啊充分咧去表達咗咧佢哋對在囚人嘅祝福啦、關愛同埋鼓勵嘅。咁比賽嘅得獎名單咧已經喺近日揭曉咗噶啦，咁而得獎嘅作品咧都喺展銷會上面咧展出嘅，各位市民呢亦都可以去到現場去參觀同埋欣賞噶。頭先一路都係講緊呢，就係我哋都接納在囚人士啦，而家咧可以做嘅第一個活動去支持佢哋呢，就係去到現場睇一睇在囚人士佢哋所做嘅各樣手工藝品，話唔定你都會覺得好驚訝噶。咁喺呢度不如都請何處長再同我哋講多一次呢一個在囚人士手工藝品展銷會嘅開放時間同埋地點啊。好啊。在囚手工藝品展銷會嘅開放時間呢係由7月8日啦至到7月10日嘅，咁呢就會喺澳門綜藝館嘅主前廳呢就舉行嘅，咁展銷會係免費入場嘅喎，咁我哋好期待呢市民呢可以嚟臨參觀啦，選購我哋嘅產品啦，表達對在囚人呢重建新生嘅支持嘅。冇錯，咁就係今個星期五至到今個星期日嘅時間，大家亦都可以去到現場睇一睇啦。咁今日亦都唔該晒何處長啦，Chris 啦，同埋係 Sandy 同我哋分享咗在囚人士佢哋嘅培訓課程嘅內容啦，咁同埋係今次呢一個手工藝品展銷會嘅一啲資訊嘅，多謝晒三位，多謝晒。